execute strike at all times and follow my strike attack at all times. OK， 遵守规则，打一场尽力干净的比赛。OK，touch your gloves。那个光。大家好，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较量。我们看到泽朗大师这里面呢有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在战力方面的经验是相当的丰富。是的，在身高上，泽朗大师有5公分的优势，在臂展上有很大的优势啊，可不止5公分啊，将近10公分的优势了。所以一上来，泽朗扎西还是主动出击啊。这看起来会是一场战力当中的比拼。哇，这个打身体漂亮。泽朗扎西看上去非常具有爆发力。是的。而且他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上也是4战全胜的一个战绩啊。双方拼拳，双方抡足了劲。中扫。接腿之后想要后手，但是被躲开了。是的。哇，看来这场双方在战力上是谁都不肯示弱啊。所以上来的这几个回合的较量也是各有千秋。前手。从块头上来看，泽朗扎西要比对手大出来1块。是的，后手维度上要好一些。一个后手。加油！泽朗扎西其实在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不知道这位格鲁吉亚选手拉瓦他的在地面上的水平怎么样？因为现在看起来他穿了一条这个自由搏击的裤子，就非常难判断到了地面上之后到底有几成的功力。是的，而且从比赛打到现在来看，双方也都没有任何想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的意思。说不定如果泽朗扎西展现一个抱摔就会有奇效。是的，你看双方现在还是打得很谨慎，然后之后就是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腿，就这样拳拳到肉的对打。而且其实有小钢炮之称的泽朗扎西在地面上的功力也还蛮强的。反伸腿。有报道啊！低扫。前刺之后直接给了一个后手。抱摔了，好的，直接到地面，进入到地面。好的，这边对手是抓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是的。关紧了，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背后龙王限制了他发力。是的，光用手臂来收紧的话是没有办法收不住的，没有办法做断头台的。泽朗扎西处于这样一个把位的时候，也不是太敢轻举妄动啊。他首先要把对手缠住他的这条手臂给摆脱了。对，也就是对手的先想办法对手的右手给拉开。但是现在其实用的是自己的左手插在了对方右手的肘关节的内侧啊，这样其实如果不是左撇子的话，应该是困难比较大。但是现在选择了击斧，看能不能像这样一拳一拳的跟打桩一样把对手给打松，然后龙往上顶一顶，地上砸一砸，用自己的肩膀来撞对手的脑袋。对。而这边肘击克拉西拉瓦除了缠住对手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是的，他其实反应还是挺快的，在自己被顶倒的同时，然后直接选择了箍住了泽朗扎西的脖子，就是在倒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断头台的把位，但是只是身后的龙网限制了他。揭开。现在呢，看看随时间越来越长啊，这个缠住对手的这个手臂的力量会越来越少。是，而且对于蓝方选手克拉瓦西拉瓦来说，他的体力消耗这样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如果再这样下去，任泽朗扎西一拳一拳打跟打桩一样，早晚有打松的这一天。手击，现在明显看到蓝方选手这个手的把位越来越出来了。对，拉瓦的肋部已经被打红了。
手啊已经缠不住了。对，第一回合最后的10秒钟。好的，一个砸击，2个。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这回合当中，我们能够看到2位运动员其实是在站立上打得各有千秋啊。这边不知道下一回合啊，克拉西拉瓦有没有什么战术上的布置或者改变？目前看起来他这边呢，因为在那个断头台上啊，纠结了太长的时间，是的，让他第一回合无从发挥啊。一个没有成功的断头台呢，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Let go, let go, please. Go, go, go. Let go. 这样使得他赢。好的，现在双方第2回合比赛开始。的确，像刚才郑文琪老师所说，蓝方选手科瓦西拉瓦是在比赛后半程的这个断头台的这个把位上纠结了太长的时间啊！你看，哇，跳长拳，继续抱住，顶到笼边。既然对手战力比较强，那我就不跟你打你的强项，把你拖到地面当中，对，看看能不能过腿。是，其实，在第一回合当中，泽朗扎西虽然是处于一个被断头台的把位啊，但是其实并没有吃什么亏，对，反而是蓝方选手爬上来了，马上就要起身，纠结了很多，把对手脑袋往地上推之后有锤击的机会，我们看，对，有距离了，可以开始锤击了，好，对，可以增加一下出拳频率，这边。好的，场上裁判赵子阳老师直接叫了 TKO。果然到了地面之后啊，这个克拉西拉瓦这个能力啊，完全向我们展示出来了。是的，第一回合呢4次缠住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短板给暴露出来。没错。那在这儿我们也要恭喜红方选手藏族小伙泽朗扎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2局1分02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君鸿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乔军先生为获胜方颁奖。祝贺泽朗扎西。感谢颁奖嘉宾。每天都很刻苦的去训练，不管怎么样都在，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所以今天的这么突然的第2个回合 TKO 也是我在训练中刻苦的一个收获。